再来是台中有一间国中有一个女导师被指控长期来霸凌学生。这个女导师大约是50岁，教学资历10多年。学生讲，因这个导师这3年来，唔但会甲因体罚、扇喙皮，若是考试考无好，就一个叫救台，骂甲大细声。都有女学生因为袂堪要老师安尼骂，无愿意到学校来上课。 甚至摕这个烂掉的食物，也则是穿过的内衫裤，送予家境善食学生，互学生感觉真受侮辱。家长向学校来反映，但是拢无得到这个正面的回应。才伫咧毕业的前3天，公布这个老师的作为。学校讲已经甲这个导师解除职务，并且会甲教育局做后续的调查。 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里面还有包括已经开封，然后那个袋子完全都已经泛黄了的卫生棉。学生家长拢咧好，因认为老师伫专班学生的面头前，用歹去的物件穿过衫来侮辱学生，在班上公开说某某同学都不用缴钱，你们知道吗？ 他的家庭就是非常的弱势。除了寄付的物资引起家长的反感，学生嘛提出过去的录音，讲老师情绪常常无稳定。忽然就一个耳光就这样闪过来了，推人，然后打人，然后有时候午休叫我们起来的方式是踹我们的桌子。学生讲，老师3年来用体罚还是言语顶悬来侮辱学生，就算家长写联络簿仔，嘛无法度改善，一直到要毕业嘛才敢出面投诉。学校这方面表示已经开始调查。3月份之后，我们爆发了学生投诉事件之后，我们就开始针对事情来做处理了。教育局这方面认为，学校3月就接到投诉，到即马学生都要毕业嘛，学校才解除老师的职务，速度上慢啊，要求学校这方面爱找外聘的委员，好好来处理这个代志。